这个乡村要有那个都市的风气的气息，所以我联想到这个事情，建这个图书馆那个意义最好，所以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也跟他提过这个，他也是赞成这个想法。我回到家乡，现在常回来，看到需要一个好的图书馆，我就义不容辞的就捐献建造这个图书馆。那这个建筑物当然要呈现那个在地的质感。那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白河四周都是连田嘛，那个捐赠者张庆芳先生又是从事远洋渔业，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就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连田上的知识方舟，所以设计上好像是一条大船这样子承载着知识的海，航向未来这样子的意念。就是一楼是比较开放给乐龄老人家跟孩子为主，那另外一个开放的这个大阶梯也有这个演讲的功能或是休息阅读的功能。那二楼的空间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那青少年的话，我们都有开北面的大片的窗，那可以把那个白河周围的山景都融进来。设计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省能的。那白天的自然光进来，就可以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采光的这个效能更好。另外就是它像一个回游的那个场所，1楼、2楼、3楼，走到3楼就从3楼这样子慢慢游下来，就是在阅读的同时，又可以同时享受那个知识跟朋友交流的这个乐趣。嘉惠了我们白河地区未来的主人翁白河国小也好，或者竹门国小，甚至河东国小，当然也可以说是从比方说也嘉惠到了后壁这边，后壁甚至东山都很欢迎到我们图书馆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性的一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兴营区的好朋友，还有包括全台南市的好朋友，一起来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书馆，这都完全由张庆芳先生他的后人、他的子女来捐资兴建。那总共捐了1亿那这个有这么让我们白河区以及大兴营区有这么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质与量，里面的这个量体，其实都让我们感到惊艳。台南图书馆都一直在优化中，除了永康总图之外，还有这个张庆芳图书馆，还有南区的图书馆，各区的图书馆都在优化中。其实台南市的图书借阅率在全国来讲已经是数1数2，也是进步最多的。感谢大家都能够有阅读的风气的提倡，那能够不仅对大人、对小孩、对我们学生、对成人都是很好的事情。多阅读就没错。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8月2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吸引民间投资，台南市政府盛大举办促参商机座谈，发表5大投资焦点。市长黄伟哲嘛到现场，向所有意愿投资的企业代表致意，强调今年顶半年台南有超过75亿的投资金额，已经是全国第一。市府积极打造友善投资环境，25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举办出产商机座谈，会中邀请全国人寿保险公会以及各大企业团体代表，共同来探讨如何协力建设台南，创造三赢局面，场面相当盛大。好值得，可以留念哦。会中财政部甲主办的双周刊社长拢相当肯定台南透过民间投资的质价量，除了是全国的模范生，也有外地民众明显感受台南的改变。近5年，根据我们的统计
台南市光是引进民间参与的案件就有30几件哦，那投资金额也有628亿哦，那光是去年呢就有151亿的签约。那最近呢2个代表性的案件呢，尤其是今年哦，我们的城西焚化炉的这个签约，那它的金额也有高达73亿哦。那凡此种种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台南市是真的是在促餐这部分呢，在量的部分呢，是的确是名列前茅的哈。但是呢，在值的部分呢，台南市啊，更是可以说是拿到第1名哦。在台南呢，有非常多的开发的案子都摆在大家的眼前。我想这一次大家有这个机会呢，来见识台南的进步。我相信我大概前几个礼拜，柯 P 说南部很苦，我说你应该都来看看南部现在这几年这个大南方崛起的源头，从台南开始。台南除了是文化古都，嘛是科技新城，所有重要建设产业甲人才拢到位，要一步一步大发展。当然所欠的就是民间资金的投入。其中国内资产总和超过33.5条，金融界上影响力的人寿工会，如何将资金引进公共建设，嘛成为重要议题。对此，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参与，表示台南去年招商投资的超过100亿，今年顶半年超过75亿，已经是全国地方政府招商的第1名。去年的时候，我们全年招商超过100亿台币。那今年的第1季更是厉害，在前三个月中间已经有75亿的投资额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们努力营造台南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的一个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我们不仅是在沙仑这个蓬勃发展，还有一些这个机会在南科的3期，以及接下来的 A 到 O 区，以及现在已经完成可以启用的 FG 区，这些都是许多生活机能以及都市服务的部分的很好的机会。台中市府各局处嘛将台南高铁三专区地上权招商，中西区新转交通中心以及南区水高社关村土地开发等5大投资焦点一一呈现，希望吸引民间投资。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避免青年朋友求职被骗，市府劳工局特别翕3支宣导底片。在发表会顶面，市长黄伟霆甲影片代言人乐天女孩啦啦队长兰兰，做伙呼吁少年朋友在求职的时阵，一定要会记得求职防骗357原则。求职诈骗事件时有所闻，黄伟霆表示，不管是少年人，也或是2度就业中高龄者，求职时拢应该注意防范。台南的失业率是全国上低县市之一。市府除了积极打造低失业率的环境，也提醒求职求财者要慎防诈骗。这次嘛非常感谢台南出现的乐天女孩队长兰兰担任求职防骗就业暗线代言人，希望透过生动活泼影片，帮助民众建立防诈观念。欢迎我们的贵宾兰兰一起来对我们求职宣传求职防诈骗的一个宣导。其实我们知道台南。我们希望说，很多好朋友，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相对的低但是求职的诈骗各地包括全台湾各地还是层出不穷。所以呢，我们特别的希望，不管是年轻朋友们，还是这个2度就业，甚至这个中高龄就业，他们都需要这个在求职的时候要防止一些诈骗。同样的，求财的人，一些企业也避免。受到一些所谓的诈骗，过去曾经有一些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当他们应征面试合格的人结果老板出去，他随即把这个公司里面，或者是把这个抽屉里面的钱都拿光了所以我觉得求职求财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兰兰也提醒咧找头路的朋友，应该记掉求职防骗357的原则。大家知道，其实面试工作其实非常重要，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希望大家求职的时候要注意357的防骗原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富有热忱，然后是你兴趣的工作。让我来为你的求职之路加油！
罗江桥提醒民众，想要就业安心，需要记条求职防骗。薪水公开揭示以及就业因素爱提防，尤其近来有真侪海外工课求职陷阱，毋望借由影片公开播映，加强民众防范的心态，以防范手法百款的求职诈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应用开学，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举办高中级甲国中小学校长会议，会中的焦点放伫人工智慧。由教育局长陈新辉说明智慧科技力的政策，另外也邀请疾管署的人员来说明天教力的防治，要让学生安心去读册。台南市校长会议伫中林大厦召开，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代表市长王伟提出席，除了肯定教育局以及各校的教育成果，也感谢校长的辛劳。同时也提醒爱做好天教的防治。大家一定要在开学前就做好这些相关的知清消毒的工作，包括学校周边外围的环境，都应该去加强这些相关的知清。除了爱做好防疫，副市长也呼吁各校爱检查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需要改善就马上反映。予囡仔一条安全的上课道路。另外，会中也邀请专家学者分享 AI 人工智慧伫教育上的应用，并由局长陈新辉说明智慧科技内的政策。我们市长非常的支持教育。那在这个科技重镇的台南来讲，我们也把这个 AI 所谓生成式 AI。它的应用跟教学模组的研发呢，列为我们新学年度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目前大概已经有一些研发团队已经发展出许多的一些模组，而且接受所谓实验的这个前跟后的一个对照。我想这个东西在未来的应用上应该会是全国首创的。教育局鼓励各校善用所有学习资源。本学年度总共有12位新任校长，教育局希望在新的学年度，校长会当带领学校提升学生学习表现，为教育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第5届府城汉堡节9月2號、3號2天，將在台南靜英酒店的廣場展開。活動攏是免費入場，將有25間漢堡的店家甲快閃的餐車，帶來充滿創意甲限定的美味的漢堡。而且電影頂頭的男主角柯有倫嘛將到現場甲大家同樂。台南靜英酒店為了宣傳第5屆府城漢堡節，嘛邀請一幫統一賽吉祥物來演出熱烈氣氛。而參與活動的25間人氣強軍的漢堡店家甲快閃的餐車，攏到場坐鎮，要共同呼應台南400慶典，推出一系列有食有保庇的好保庇漢堡，向靜英在地食材包上滿滿祝福。丰富的这个文化古迹景点，然后承载着有趣的、热情的这个人情味，然后再有2个这个象征爱心、这个热情的这个上下汉堡，然后把它承载，然后分享给全世界以及全国的这个旅人。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参加我们的2023台南汉堡节。喝波比就是5加5波比啊，我们取这个意象，然后求好运。那我们把台南不管大家的创意还是这个丰富的物产，我们全部把它包在汉堡里面。那欢迎所有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游客来的话，献上我们的祝福。第5屆府城漢堡節對9月2號上午11點到暗時9點半，9月3號上午11點到下晡5點半，2天攏是免費入場，嘛邀請大家小酒到陣來食各式各樣充滿創意美味，而且是限定版本的漢堡。而飲料部分加100塊非酒精飲料，抵當零碳海。台南新聞管及採訪報道。咱先休困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
明年是专门水库建库满50档，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特典，整合8单位所充分的水利史料，首次展出日本水利技师八田裕一上名的工程手稿，要让民众透过展览了解台湾15000公里长的嘉南大圳。台湾历史博物馆以嘉南大圳为题，甲气象、水利、农业管界、文资登机关、民间研究单位组成水议题研究团队，历经3档月推出特典，让大家了解水利工程的历史。今年是那个曾文水库50周年，也是那个就是嘉南大圳开圳的100周年的纪念，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展示来跟我们的伙伴机构共同展现这样一个协作的成果。在这个特展里面，我们也特别去提出来，就是有关降雨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包含我们刚开始的这个台湾的观测系统、观测仪器，那以及相关的这个资料记录。展览为日常生活周边的水圳、河川顶水环境开始观察，回顾8档来分嘉南地区水资源的利用，同时以现代角度加入环境影响的观念。流域也共构了我们社会新的个体，甚至是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所以这是我们希望传达，大家从环境、从历史都有一个新的意识。当中更首度展出八田裕一的嘉南大圳工程计划书，呈现该水利团队如何透过计算、掌握地形、雨量等自然条件，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这次跳脱单纯的历史测典，将这些知识科普化，加入互动游戏，让民众更加了解南部流域的历史发展。希望透过展览，会当让社会重视水资源、关怀环境。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个人定期的黄斑部病变，通常甲年纪退化有关系。不过近年来，也有青壮年因为生活形态压力大，发现看不清楚，后来检查发现是黄斑部积水造成。所以医师呼吁，如果发现看物件过高或者是扭曲，就要及时诊断，才会当量早治疗黄斑部病变。基比病院眼科部主治医师黄维佑指出，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目前是台湾的年长者失明、正常看的原因。65岁以上的长者，每10位就有1位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盛行率大约1成。如果无治疗，超过60%的病人会伫70岁时完全来失明。不过，随着3C 用品的盛行，黄斑部病变嘛哪来哪年轻化，尤其甲现代的生活形态、环境拢有关系。黄斑部病变，它其实大部分民众听到的大概都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哈。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它其实都是跟年纪有关系，也就是年纪的退化所造成的一个疾病。那这个黄斑部病变呢，可是我们在近年来发现说，它有逐渐往下探到一些年轻的族群，20-30岁的一个青壮年的一个人口也开始逐渐发生这样黄斑部的疾病。那甚至1年都会发生过大概有1例到2例就是那种大概10几岁的青少年，他们也有这样黄斑部的一个疾病出现。所以近年来这个疾病一直有年轻化跟普及化的趋势啊。所以想要跟大众就稍微卫教一下说，这个疾病不可以轻忽因为它越早治疗，它的效果就会越好。那如果你拖太久，大概拖了3年之后，等到这个疾病它已经变成结疤结痂了到时候怎么治疗它其实都没有什么帮助医师表示，黄斑部病变的初期症状有可能路缘的直线或者是走牌看起来歪歪，拄开始中会模糊，后来看物件会扭曲。医师强调，如果确定黄斑部病变，一定要量早治疗，这样会阻止视力继续来恶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这温除了有蜜柑镇长甲万家人物毛毛虫卡波出现以外，现在更加推出全台第1台毛毛虫卡波轻轨彩绘列车，加上3座超大型的气球装置，让高雄这温增加真侪讨论的话题。揪咖来高雄，超可爱的蜜柑镇长与
与毛毛虫卡波相见欢，两个超高人气角色一起现身高捷车站，让粉丝们好开心，纷纷前来追星。这次高雄捷运的蜜柑站长呢，邀请毛毛虫卡波来到高雄，然后我们一起揪咖来高雄一起游玩，就是希望说呢，所有的小朋友在暑假的这个时候呢，可以来踊跃的在高雄呢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高捷公司推出全台首辆超萌毛毛虫卡波轻轨彩绘列车，从7月15日到10月10日，载着蜜柑和肉肉在高雄路上趴趴走。就是有希望说，可以鼓励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来搭这个很可爱的轻轨彩绘列车，带着我们所有的像是蜜柑站长，还有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呢，一起游高雄。活动除了在美丽岛站有主题车站之外，并在美丽岛站、凯旋站设置超吸睛打卡点，并推出多项周边商品。那这个活动呢，还搭配了一些限量的商品，然后有分不同的场次，有一些不同的商品的推出。那这个活动的话呢，会是到明年的2月29号，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到美丽岛站来进行参观选购。1只、2只、3只。暑假期间，高市府夏日最强企划海洋派对高雄联盟活动登场，3座超大型气球装置都已经出来跟大家见面。深受大家喜欢的深海小动物胖鲨鱼沙西米，还有一身蓝色与大海相辉映的毛毛虫卡波，还有呢深受大家喜爱的，也是喜欢深海生物的蜜柑站长，同时在美丽的高雄亚湾呈现。这次角色装置同时考虑到与建筑地标做结合，让我们的原创角色还有城市空间激荡出美丽的火花。也欢迎我们全国朋友到高雄度过美好的夏日时光。包括我们有彩绘列车，大家可以搭轻轨的彩绘列车，然后我们呢可以一起坐到 C11 真爱码头站，我们来看蜜柑站长的这个大气球。我们在海洋派对里面有很可爱的大气球，当然卡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气球。那我们就是可以欢迎大家呢都搭乘轻轨彩绘列车到现场一起来同游。如今蜜柑站长以及毛毛虫卡波的彩绘列车也正式上路后，再度增添话题，势必为高雄带来更大的观光亮点。记者苏焕君、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